中较早，欢迎收看10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新北市的北海岸地区受到低气压一个地形的影响，从中昼开始就咧上大水雨。金山区一日的雨量是超过600毫米，造成淹水。嘛，地属当地学校有几位师生无法度登去处理，消防队嘛有出动手灵船来救出受困的民众。也新北市府嘛有宣布，今仔日包括万里、金山、石门甲三芝拢总停班停课。救援人员用手灵船将受困的民众救出来。汕头风台虽然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作为新北市北海岸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署初时下晡发布超大水雨特报，北海岸市雨量超过100毫米，金山区有真侪所在积淹水，金山老街水淹到大腿悬，大智线可是规条路拢是大淹水，互另外交通断去。当地居民是真着急，等到暗时是要登去确认淹水的情形。拢有水啊！说邻居都说淹水，拢淹水啊，厝的拢淹水啊。有淹水。哎，对，转来，厝的拢无人。金山区一日雨量超过600毫米，虽然暗时淹水豆豆提起，不过为确保学生安全，中国国小、金山国小甲金美国小到暗时11点，有完负39个师生留伫校内。金山区中有53个师生留伫学校宿舍，但后续天气甲交通恢复稳定，市府则阁协助因特地转去。新北市政府也宣布，金山、万里、石门甲三芝等4个区，初5停止上班上课。赶快传出淹水灾情的淡水，说无停班停课。该收人安置的我们都已经收到安置好了。那有关抢灾救灾的淡水的案件算是比较少了，反而是在万里、金山、石门、三芝的地区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这4个区就决定停班停课。竟然雨势也造成万里区也有一个问题，当土壁倒去，得到咧清理水沟的62岁姓林的查甫人。从他们家，他姐姐家的这个房间的后侧呢，打穿这个墙壁，那将这个患者呢从这个缝隙当中把他救出来。在受困3点半钟了后，这查甫人被救出来时阵意识清楚，不过下半身已经麻痹，紧急送去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三道二风台甲东北季风的影响，互家人的雨量嘛创下历史新高，陆续传出崩山的灾情。亲像伫咧新丰街一搭社区边的山架，就安尼规个崩落来。另外，伫咧天外天分化路清洁大楼边的山架嘛崩去，有10多台粪扫车做伙落落去山坎。很恐怖诶，整个崩下来了。家人新丰街这个社区对厝顶看边仔走山的山坡，抱囡仔的张小姐一直讲真恐怖。伊和因先生拢伫台北上班，因为出去的交通已经封冻掉，嘛佫惊有新的灾情，只好请假伫厝照顾囡仔。他们还不懂，可是看起来就会觉得替他们担心啊，自己也会担心安全。遐4点的时，风浪嘣一声就大声的，啊，就叫阮出来阳台看的时，哇，就规个山拢变安尼啊，大一栋，大一栋，系啊，所以阮惊死啊，向精神。三道之风台互家人的雨量是创778当来的新纪录，超级大水雨嘛，地区各地拢出现土石落落来的灾情。不过市府宣布家人初时爱上班上课，或者在民众知后要处理真无方便，互因感觉真生气。是不是因为天气气候这个变化或极端气候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未来我们会再跟气象署来请教，这些雨量的落差是不是会变成一种常态？对这市长赵国良讲，参考气象署预报的雨量和实际状况是有差的，伊会和气象署来请教改进。伊一透早嘛到发生山坡走山的社区去视察，为了改善交通破街的情形，当地社区的管委会是真诚心，开放社区的车路到所得。我们丁里长有打电话来，我想说大家方便邻里，大家可以出门这样子。另外，环保局的天外天分化路清洁大楼边仔的边坡，嘛因为大雨地区出现大规模崩山的情形，有10几台粪扫车落落，互土石抬起来，现场真乱。市府嘛派人加速处理。是讲是不是水管登去，起来一个看到走山崩山去啊？这里呼吁呢，我们现在如果有在这段时间需要来清洁大楼洽公的民众呢，先不要靠近我们的清洁大楼。以安全为最重要的首要考量。市府强调讲，案发的地点是无人伫内面，会先抢救大型机具，而且进行抢修，已经甲路封起来，而且请员工暂时莫入去大楼，保障因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的中油大篮厂有一支燃烧塔昨熊下晡伫咧去互强风扇倒去，加载是无人受伤。另外，风台带来强风嘛，互三明区真侪铁厝、铁皮扇甲四界飞，有停车场内底的轿车就安尼去互结着受损，也佮有空棒树啊嘛拢是倒规路。外面内底燃烧塔。因为未堪你3道2风台停落了后，透风安尼扫全规倒去，工作人员看到是惊一跳。中油嘛证实，这是大篮厂第3燃烧塔，因为透风造成部分毁损。加在第3塔本正就停用咧维修，未影响运作，也无人受伤。3道2风台为小港区停落，小港机场航站扩建的工程有用加规倒去。透早工作人员去检查，以国际通用保护风级来看。10级的阵风，就会当甲树啊规丛挽起来。即个透17级的阵风，分级是上强的。为空翕的画面看会到，无论是水港路、光华路，也是中正二路，拢有真侪路面的树啊倒去，甚至有诶甲路砸咧。若赛车就爱驶别条路，而且路面嘛有真侪落去的空棒，也佮有民众无细之全咧跋倒。挡车旁边摩托车还有一小分路，然后就没有看到旁边还有凸出来一块地方，然后我就直接不小心骑到了。文藻大厦对面这4间店，因为未堪你风台安尼扇，厝顶是规个歪高起错，店里嘛规个路苍苍。隔壁民营的停车场，透风的时阵4线的铁片，甲围篱也是乌白飞，有几啊只车的闸风玻璃破去，嘛有车是半斤猫落，有的敢若买1个月尔，就伤痕累累，估计至少有5台车受损，也唔知会当找谁赔。今天早上要出门才发现。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没办法拖出去了？哦，对啊，也是要等这边清理掉，我们才出去。昨天在那边就是有听到一些轰隆轰的声音，然后他风停了雨停之后来看，就发现这种状况。主要就是也不知道找谁赔啊。有的伫咧路面的树啊，去互风台扫去轻铁的路线顶悬，影响通行。工作人员是沿路咧清理，赶伫下晡2点之前恢复通车。根据市府统计，到初时下晡3点，3道2风台灾情的通报有要到6000件，也阁有2300多件爱处理。面对这侪倒去的路树，有专家建议讲，伫预算有限的情形之下，会当优先抢救有纪念性的老丛，或者是较健康、形体较好大丛的树啊。若要修剪，要是尽量保留一寡树花，唔通甲规丛树啊剪甲光噜噜。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关心屏东的灾情，来义乡的南河村嘛是有传出土沙甲绿谷糜去影响到道路交通的灾情。因为伫咧内部是有社区楼尾顶的基地台规个偏落来，甲雨棚啊，也佮有铁桶啊弄歹去。桃水沿出头前这条路下楼来，风台过境，屏东县内义乡初三暗时落大水雨，南河村部路出现土水，也有土石，甲大路冻掉的情形，当地民意代表甲村长赶紧来排毒。我们的村长也已经到我们这个地方，准备来处理这个排水的问题。电信基地台未堪的强风，一个车长期对楼壁顶落落去中庭的顶仔卡，住户拢惊一个。当时情形也有民众翕来。内部乡一个社区大楼也出现灾情，加在是无人受伤。因过基地台落来过程，造成真侪用台的雨渣，也个桶啊受损真严重。住户大家赶紧摒扫，不过想到当时也是感觉真恐怖。当下在厨房，我就听到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然后我当然不肯往我，然后就整个就掉下来了。天崩规个落来，看板也拢吹落来。屏东市建南路一间折扣行，雨风吹甲东倒西歪，业者毋知变怎营运，损失无法度估计。这拢定用啊，歹估计啊，我嘛唔知要怎估计。看板嘛拢落去啊，两支看板一支飞遐，一支伫啊。1、2、3。民众想要甲登去的树枝刷开，得电乡大面国小内底的树仔倒去，甲围墙护栏底倒去，也甲路挡掉咧。也有一间徛街的半墙啊，雨风吹倒去，得着楼骹的车，前后挡风玻璃拢破去。也来万丹乡、新源乡往南到达港镇，拢会看到风台破坏情形，交通标志拢断去。竟然接台中心看板一个变去，规批滚石园拢全部毁掉啊！风台已经走啊，也毋过屏东灾后复原的工作才拄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前台北市长郭文德涉嫌盗利，互警花城得到20%用一奖励。
台北检方估计这非法利益超过111亿，即马向法院来申请考押金华城的土地核准。顶越开发公司袂当将这个土地买卖转移，因为顶越开发是打算要提起控告。再来关心《中国时报》。下暗伫咧台北大巨蛋来举办双十节晚会，对下晡4点开始入场，观众就爱会记者早门票、早身份证。台北市关团局嘛提醒大家袂当早长的雨伞，建议爱早会当春秋收起来雨伞，也是浅色的雨伞。另外是联合报，台大医学院甲温子宫病院的学者最近完成一份研究指出，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平均有2/3以上的患者会当活超过5天，甚至1/3的患者会当活超过10天。建议爱规划12年的照顾计划。继续来关心到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拜四发生火灾，有9个人死亡，其中7个人是确定互因遭到呼吸衰竭死亡，有1个人是心脏衰竭自然死亡，另外也有1个死者正在检验当中。因有院长苏清泉讲到，这火灾可能是做风台时这电压无稳定有牵连。不过台电表示讲，这现场送电正常，设备拢无损坏。安泰病院顶栋这栋大楼发生大火，火灾了后有防火伞，外口墙还有乌烟混过混热。有一个入院4天住伫11楼的患者，受到火灾的时阵，也是感觉真惊吓。从来了，用跑的。没有。那个护士他们就对啊，我都知。火灾的时阵，规个拢乌烟，加上断电，这个患者伫咧黑暗当中，甲喙甲鼻仔捂掉咧，落楼梯赶紧出来。不过，这个火灾将基本造成8个患者，还有1个员工不幸罹难。很乱，为什么乱？家属乱，医务人员乱，病床全部推出来，还有消防队那个房间一直开给他们用，所以这个是复合性的，这个碰到大台哦，将来要怎么来克服哦？安泰病院拥有院长苏清泉，这是透早去罹难者厝内，还有灵堂致意，嘛搁一届回室咧。强调讲会接受各界批评，嘛会好好检讨甲改善。咱若查衫的时阵，伊讲即届火灾恐惊甲风台来，电压无稳定，伫跳电有关系。不过台电随出来说明讲，供电有正常，伫火灾进前嘛无发生断电。详细原因还要等消防调查。苏清泉早起，搁去互问到即个问题，伊讲伊要是莫加讲话，点点较无网。我被告诫不要跟政府对干，所以我不讲话。但是我们的督导，我们的副理长，跳电这几天跳电几点几分几秒跳电，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最终责任就是苏清泉负责。屏东县地检署甲消防局火灾调查的人员，初时嘛去现场搜证调查，详细原因甲相关的责任，拢需要时间来厘清。咱若罹难者上验了后，有7个人因为火灾遭到伤，致使急性喘气衰竭死亡；有1个人是心脏衰竭自然死亡。咱若另外1个人爱等正式报告出来，才会当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到美国东华的码头工人罢工，要求爱调关薪水。即马劳资双方拢体谅，工会同意暂停罢工，谈判会延续到明年的正月15。劳资同意这薪水调关62%，不过有关这工区要自动化这议题，也搁爱协商。纽约地区的码头工人伫示威所在办风摇合唱团有名的歌曲《We Are the Champions》来表达心中欢喜的心情。We believe in everybody, all the foremans, all the big bosses. We never lost faith. We love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because they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us, and we'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m. 伫加薪水幅度顶面，工会原先要求提悬77%，加资方提出的50%，差不离税。因若上新的暂定协议，未来6年内加薪的幅度定税62%。换算正税新台票，工会会员的基本薪水对每年258万，提悬正税420万块。若佮加上这超时加班费，部分会员领到年薪对原本的637万，提悬到1037万外。因若工会上届注重念念不忘的工区自动化，资方进行谈判时讲会尽量缩减自动化范围。因过工会坚持码头装卸工作袂使自动化，这点伫2025年1月15期限进前也有待参详。
The protection against automation is, robots don't pay taxes and they don't put food on your table,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protect these jobs. And as far as, the cost of everything's up. These folks work during COVID night and day, getting goods to market. It's so important for them to finally get it on the back end of all the hard work that they put in for this country during COVID. 近日，美国这媒体分析认为，拜登政府自头到尾歪插共和党电影要求，根据1947年劳资关系法案授权，介入这个劳资纠纷终止罢工，而是采取歪插手的态度，是为了歪起了工会，以免流失选票。也若暂定协议，甲时间拖到选后明年1月，自然是受到拜登政府的欢迎。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立法院将召开议会，若被由各合作将明年度的总预算案动落来，无法度摆入去议庭，退转去听诉委员会。原地这立法院长韩国瑜、行政院长杜英泰要参3党团做伙接棒来敲七，却因为风台天爱去勘灾，就安尼延期。赞成者多数，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拜五立法议会表决议庭，民众党团提案，敢若含有例的报告4项，无要处理临时提案。伫拿被人数优势之下，赞成的56票，反对的50票通过。等于明年度的总预算案无法度摆入去议庭，搁一届迁到后礼拜的听诉委员会。我们只是依法要求行政院请他编组预算。刚刚这样子非常遗憾的结果，各地对我提出的明年要怎么样来做系统性治水，好像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他。等我争取立法院的预算，再来答复各位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感觉。总预算案持续卡关，原地初4暗由行政院长杜英泰、立法院长韩国瑜主办，邀请3党党团食好解饭，因为风台勘灾，暂时延到后礼拜。各界拢在关心调解的心结，当时才会解。院长会觉得和解饭不用到下周，就是现在就可以谈了吗？谢谢大家。也不至于说好像要吃饭才能谈事情吧，也希望我们的行政院能够真正的诚实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想要利用拖延的战术。会想要吃这一场饭，就是希望能够让总预算现在赶快进来立法院，来进行细部的、详细的，而且是实质的审查，而不是现在流于政治上面的操作。在野党团强调讲，食饭不是重点，关键是杜英泰敢有愿意沟通。民进党团讲，希望调解予3条总预算案一顿饭的时间，在无设前提之下，互相放下成见，希望讨论会当有进展。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四就是双十节，这届的双十大典有安排华语、台语、客语的歌手，也阁有原住民的合唱团要做伙来表演。另外，嘛有特别邀请到这个人挑战1个3位英雄代表，要甲拄摕到世界合唱大赛金牌尼布恩合唱团做伙来唱国歌。这届的双十节宴会嘛是头一届伫咧婚礼举办，要结合布袋戏的歌曲来展现婚礼的特色。穿舞伦的衫，伫咧舞台顶展现家己的歌声甲自信。高雄宝来国中的合唱团伫咧7月份拄摕到世界合唱大赛的金牌。后礼拜四双十节也会甲尼布温合唱团、高雄老龙国小、建山国小合唱团做伙来唱国歌。另外，国庆筹备委员会也表示，即届国歌领唱也特别邀请古宁头战役的3位英雄欧阳军、蓝玉章、王华岳来到现场，希望会当展现台湾团结多元文化的力量。当年国庆宴会拢会吸引侪民众来欣赏。今年国庆宴会是头一届伫婚林举办，现场会有3万发40分钟的宴会，也阁有400台无人机。另外，也是布袋戏故乡的婚林，到时阵也结合布袋戏代表人物苏赣文的歌曲做结合，展现婚林的文化特色。由我们的台湾男神史艳文那一首《出埃及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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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一首一定要在云岭虎尾来播放，才能凸显它的意义。今年国庆大典强调团结共赢，除了邀请华台客语的歌手，也阁有原住民的合唱团，展现多元的文化。宴会也特别办理伫龙山，传统文化拢真丰富的婚礼，希望到时阵为南到北，规个台湾会使做伙来庆祝。记者张家嘅曾振佑台北报道。
全台湾的庙宇超过3万间，不过面对着信众老化，也有社会对宫庙顶头的歹印象，致使文化面临断层。即阵就一阵少年庙公透过网络、透过文创，希望会当互少年辈看到宗教无共款的模样。因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带大家做伙来看这阵少年庙公的创意。头对新兵出巡射景，拍锣讲鼓。白若是名声，庙会庆典一个到，街头巷尾就闹热滚滚。不过，这传统的宗教文化，对时代演变已经渐渐无受少年人的关注。今摆的少年家对宗教文化，我是感觉吼，拢无爱信。阮自细汉就是出来咧拜神，阮就对咧拜安尼尔，无讲真正去感应，无就是感受这个宗教互阮的力量。在全球进入 AI 新的时代，要安怎让少年辈重新来认捌已经流传真久的宗教文化，对新世代的少年庙公来讲，是一个真大考验。咱的这个道教一定要创新，我用魔术表演的方式去跟他吸引他的目光。用看外国的论文啊，有写过，然后说他们是参考关洛音的方式去做比亚的。为了对时代会着，少年人开始有创新的概念甲做法。虽然是踏出改变的头一步，不过嘛，就要思考安怎互时代嘛会当接受。其实我咧做这个代志的时候，当然嘛是要和顶代沟通甲磨合啦，因为较早因无这个物件嘛。这个文化伫咱遮嘛算讲200-300年啊，所以咱用囡仔较听有的方式来甲因分享咱这文化。起码传统的物件甲现代物件做结合嘛，老一辈看，少年人看拢介意，我感觉讲，这个宫庙文化是毋是有做改变啊？这阵宫庙接班人，甲新的元素结合伫个传统文化内底，结出更较多元的信仰模式，运用新世代语言，带领少年人愿意加入宫庙，产生兴趣，互历史已经真久长的台湾信仰文化，会当以新的面貌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蚵仔真侪人爱食，不过这蚵仔壳嘛是会当搁再利用。伫咧英国，就有建筑师将这蚵仔壳磨做粉，摕来做生活用品，也有建材。因为伫咧咱平湖的水厕所，也有用蚵仔壳来制作出人工的酸蚵。对甲哪山的蚵仔壳要安怎处理？伫英国就有餐厅一工等要过清粒的蚵仔壳，因为蚵仔壳的成分是碳酸钙。伫英国就有建筑师甲伦敦大学建筑学院合作，收集餐厅的蚵仔壳，将蚵仔壳拍好脆，磨做粉，变成代替红毛头的再生材料，将因循环再利用。Know that the shells are full of goodness as well. Anything's better than going into a bin. So yeah. Great idea. Design this tray so then it can go back into the restaurants and they can serve oyster on a tray. 那伫英国，咱台湾平湖嘛是，侪游客到平湖佚佗会特别来食青草的好料。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平湖逐冬拢会产生1900吨的蚵仔壳，一寡蚵仔壳甲无处理清气的蚵仔肉，经过曝晒，足够引起盲虫的洗炭，佮有歹片的臭臭味。为着要改善这款状况，平湖水厕所甲英国同款，运用循环技术，将蚵仔壳磨做蚵壳仔粉，提供建筑甲人工酸蚵来使用。在思考把这个蚵壳粉当做两个主要用途。第一个就是做建材的部分。我讲的建材是非结构体的建材，比如讲隔间墙、地板。第二个就是阮希望用伫水底这个生物人工刷的建筑。水厕所表示，用蚵壳仔粉做成的新红毛头，会当用伫非结构体的建筑，亲像隔间、天棚、涂骹等等的所在。根据预估，一栋60平的楼仔厝会当使用102吨的蚵壳仔粉。水厕所希望未来有建商甲因配合，甲含有废弃物变成黄金，透过一寡改变，斗阵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第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气象。北部地区24度至32度，中部地区24度至31度，
南部地区24度至32度，东部地区24度至31度，还有外岛地区22度至2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